阿橋北尾啊！收錄嘅團紀錄片主角阿橋北尾打嘴鼓，而係紀錄片導演吳平海。歡迎你去做南洋片咧。進行建工論加速歷史，吳平海還用一樣機結合嘅阿橋北尾嘅口述歷史。本日合作阿橋北尾嘅許文橋，係睇嘉義市鹿寮里嘅第3代客家移民。睇日本書嘅鹿寮里，都係嘉義市唯一嘅園內生產區，結合嘅規里嘅園樓有26棟，一下搶傳到阿橋北尾也1棟嘅。我聽講嘢冇困嘢咧。係啊，嗱你自家學拖嘅嗬，我都仲有其他配下嚟啲樣嘢咧。佢想咪叫嘢，你叫佢多錢？叫冇到嘢，叫冇到啊！選好嘅金黃色園內，披到香味，也種歸內嘅美食，也本地養生美濃出色嘅吳平海，分析故鄉有關園內嘅故事。難怪講嘅美濃嘅種園咧，全部叫都太好。迪拜有樣嘢咧嗬，大家都種嘢咧係都多嘅。一下睇嘉義市係嘅紀錄片導演吳平海，算係對美濃賽道嘉義嘅第一代客家移民。睇嘉義生活嘅幾下年，三冇問過嘉義市也有客家莊。嘉義嗬，嗰度人蠻唔易一片啊！哎呦，我要係有你嘅身份，我黑要黑人我咩？有啊，那都有嘉義唔易啊！好人重要。係啊係啊。客家體問唔到嘅係嘉義市鹿寮里嘅傳統生活形態，稍保留到一下。啊，我想想。你較做傳統嘅咩？弄馬用軟水啊，小潮啊，我哋係咩小潮軟水呢？啊，今年水路都較白啲都吼，冇小水用去等於俾虧啦。啊，冇普遍係普通嘅軟水軟啊，困到啲個些。一片人骨多，係用潮嚟暖小水。啊，你本來講個成就講咧，喺台北可能係結束嘅時節吼，下晝變化都會暖小水。啊，件事情我有經驗，但是啊2-3年來冇過啊種成法咧。但是而家一片係安尼過，我就講咯，佢係比我應該係過傳統。一個對南部客家莊來嘅紀錄片導演，同一群對北部客家莊來嘅移民，睇北非貴縣鄉嘅嘉義市上渡頭，生活度有部分嘅相同嘅生活經驗，甚至係非貴縣鄉嘅客家人也拍紀錄片。有蘭潭下去到台北嘅嘉義農莊，都見嘉義太空啦。啊，而嗰片嘉義太空嗰片咧，鹿寮里基本上都係啲客家莊啦。大部分嗰邊客人應該差唔多日本時代日據初期哈，同北部土著們下來咩，喺度嘉義嘅巴掌溪沿岸。對前世歷史、祭祀信仰都日常生活。嘉義市鹿寮里也給過生人地嘅客家莊條故事，睇吳平海嘅鏡頭度本人看到。平常把公媽人些打理咯。對啊，都係閒都望到數啊。日常生活度還係保留咗行人對北公嘅虔誠信仰，都係年30創業，也冇聽講係愛睇路卡用鬧熱嘅客家拜見。古談論時代嘅變化，也只嘅客家生活同傳統美食也見來見淡嘅。客家人較協調，但當係睇起來了後，都可能要跳傘嘅多錢都冇啲不下啊，都出外討生活啊，很多厲害的都差不多是散掉了，以前那個傳統的都散掉了，都沒有了，沒有那個傳統的味道了。語言啦吼，大部分下嘅台人吼，都是平地去嘅啦。
详细学了拢唔讲的啊。在地化过程，你会有某很强烈的客家语言的讲哈，其实生活一改变，整个你生活的元素，所谓客家元素也不存在嘛哈，意识形态的认同也不存在，所以这个可能就瓦解了。知识空间同形式谈论生活企业的无共用，也谈论转变。非贵县乡的客家人紀錄片度，也拄好記錄嘅鹿寮里客人祖先牌位形式好老化嘅轉變。啊，你提家己做嘅？係啦，你賣片嘅啦。我賣。那我想用台牌啦。台牌都我用到雙倍做啦。來雙倍。沒有你嗰啲當年做用嘅啦。哦，片模。係啦。所以要用嘅形式都算好多年嘅形式。你行嘅都用個牌。係。你下嘅分出嚟嘅，你是用台牌都家己買片嘅較多嘅。哦。阿雷锅厂，我只是参与了他们整个生命历程的一个非常局部的片段，我只是做采集工作，采集到一些历史的片段啊。所以未来另外的階段我感覺都也偏了可能為未來研究也方面的課題，你可能做一種歷史的文本，或許也有一點點價值。好，我是往這方面來看的。花年人吳平開為家己是鹿寮里，一個標題是其順頭為客家族留下的影像記錄，唔但將記錄也到客人向南西刻苦打拼的生命歷史，韓國留下的客家文化喺他鄉變遷流轉的歷史評價。安尼一出講論家己客人生活故事的紀錄片，非貴縣鄉的客家人。韓本現做今年台灣地方志仰展的優先作品，從其他背後天天的支持吳平開，行上紀錄片導演入圍獎的，入圍中期也部作品。看這部我很喜歡，很感動。第一次覺得，這個片子，你說他就是在拍一個平凡的人啊，可是他有他一個歷史的背景在裡面。就是整個片子是溫溫的、慢慢的，但是他會覺得其實是有很濃厚的那種情感在裡面，一直在醞釀着。從那個時代一直到這個時代，就覺得這個片子我很喜歡，我個人真的蠻喜歡。好，因為要到這邊之後。完成一部紀錄片是要幾多的時間同心力殺成去做，融入主角生活度，能做得真實呈現主角的日常生活。也因為是要長期的落實，也表示單槍其實紀錄片而來落實係一件幾艱辛的事情。因為人家上課嘅佢哋欣賞係講嘅貼片，講嘅你要攝紀錄片吼，你要天數同接，可能吼去攝人結婚的啦、錄影啦吼。有點開玩笑，去賣雞排也應該要考慮一下。啊，家公務經驗都攝了1年啦，年過年班哦，年班賺個幾獎錢，當然冇辦法散發啦，所以個方式都要靠盧卡人其他支持。因為我也知道這條路很辛苦啊，一開始2、3年也沒什麼收入啊。第一點是他自己很堅持，第二點我本來就不會去干預他自己的喜好。我自己的個性很支持，因為我自己在做幼稚園，我希望看小朋友就是順他們的性、他們的本質去發展他們的那個我這樣子，然後這樣其實會人生會比較快樂啦。單論聲音呢又長又跳。也係吳平開嘅家位有教育開嘅幼稚園，一邊教英文，一邊支持老公嘅夢想。吳平開靠論家位嘅支持，做得無愁無慮，歸心嘅去完成夢想。又到先生紀錄片導演，也兩個看起來冇乜嘅關係嘅工作兩筆，兩公婆沙步道個圓滿。但是他會幫我
帮我打理学校的一些杂物的事情，哪里要修补啊，哪里要帮我再看看怎么做啊，他会这样子。我就是帮他扛东西呀，当他的小妹啊，对啊，帮他赶快去车子拿什么，赶快去帮我拿什么，我就赶快跑啊，然后帮他称东西啊，拿东西啊，我就是扮演这个角色。可是我很快乐啦。当然，我从自己本身的专业，帮小朋友做记录啊，放在部落格上，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协助。老板来看要问意见呢，我就讲，邱导演来了啊，邱导演给点意见，有这样的意思呢哈。好，采来。很快。对，我们就多收集一些这样采我们采比较快。睇辣椒速度前天好嘅姜條國土，也因應吳平海工作嘅素材來到為面濃，一下整體協集辣椒嘅嘢方面。來，這一次 one more time，give me five。這位同志也窮下回到面濃，評論吳平海睇辣椒甜度協。唔過但唱喺亞記嘅摘辣椒嘅嘢方面，睇按辣的熱條下路協嘅點冷中。有想到一枝花可以形容辣椒嘛？應該很講啊。看到辣椒就看到甜。喺流氓落嘅吳平海行愛見教，也個來自印尼嘅面農新橋講出，心肝跳度對辣椒嘅嘢感覺。看到辣椒嘅想到乜嘢？看到辣椒呀，嗬，要看到生人用嘅啦。很好，謝謝啊。你唔識講。係啊，你個好誒。係啊。強用辛苦，唔過也拜嘅任務有失敗無強用，因為吳平海專研做廣告圖嘅，我協南洋姊妹會嘅今年辣椒用路廣告。我哋一擺賣辣椒，想愛推銷，唔過想愛做一期廣告片，唔過又冇錢，所以我哋就打電話拗嘅平台講我哋冇錢，係咪做得嚟同我哋拍一期廣告安尼？結果就一下就答應咧。雖然係業務探索，唔過吳平海也提思考，未來係唔係做得同紀錄片嘅形式控態，同沙期產業結合。用鏡像紀錄片的模式，為產業講故事，為產品行銷加分。因為紀錄片從業要講故事嘛，買的產品有的故事，你看到的片呢有第二個故事，甚至有個的感通，對的產品嘛有行銷的作用，所以就有希望想呢，一方面呢有辦法持續的結合，就有這樣的想法。未來當然係有這樣的機會可以繼續行。都有審判有個問題。三萬個團紀錄片的形式控態，我團紀錄片團地方沙期結合提供下，無論係沙期產業也係文史，吳平海堅持用自家的鏡頭講述人物的故事，傳出溫暖同感動。我用鏡像創造歷史的新價值。